大家好，我係何炳傑博士。今日再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，就係繼續教會生活講道系列恩賜侍奉第二。上一次講到恩賜侍奉，講咗第一大點就係恩賜嘅主人三一神，第二大點就係恩賜嘅受眾，每一位教會嘅信徒。第三大點就係恩賜嘅分別，在於功用上，但無分大小輕重。今日再繼續第四大點，恩賜嘅功用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嘅身體，即係教會。哥林多前書第12章第7節，佢聖靈顯在各人嘅身上，是叫人得益處。聖靈顯在各人嘅身上，意思就係聖靈將不同嘅恩賜賜給在教會中不同嘅肢體，目的係叫人得益處。呢個人係邊一個呢？係咪自己得益處呢？請留意呢個恩賜係運用喺教會呢個群體裏邊，呢個大家庭中，所以教會群體裏邊係包括所有嘅會眾。所以呢個人字唔係指擁有呢個恩賜嘅個別信徒，而係指整個教會群體嘅會眾。有一個簡單嘅例子，你有好嘅煮食嘅恩賜，你就煮一煲美味嘅食物返屋企，自己享用。但如果你煲一個美味嘅食物回到教會，點樣啊？自己食，唔與弟兄姊妹分享，以此嚟晒自己喺呢方面嘅恩賜才能，咁樣唔係神俾你煮食呢個恩賜嘅目的。所以恩賜嘅目的係叫人得益處，服侍其他人。最終嘅目的就係以弗所書第4章12、13節。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嘅身體，直等到我哋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。成全聖徒，新譯本就譯為裝備信徒去承擔聖工。你有呢方面嘅恩賜，我有呢方面嘅恩賜，佢有呢方面嘅恩賜，咁樣當各人將神賜俾你我他嘅恩賜喺教會裏邊侍奉，就可以建立基督嘅身體，就係教會，讓教會嘅工作能夠完成。一個人嘅身體要所有嘅器官一同工作，呢個人至係健康嘅。人話老人要乜嘢啊？食得、瞓得同埋去得。你個口食得，但係你個胃罷工唔消化食物，你就胃痛、腸胃不適，頂住，大腸又罷工，有入口嘅食物，但係冇出，唔能夠排泄廢物，咁樣就唔食好過。所以我哋作為人，身體上每個器官都要工作，做本分要做嘅工作，呢個人至係健康，發揮到呢個人嘅潛能。一啲教會學家咁樣分享，佢現在教會有一個普遍嘅現象，就係教會中只有10% 或者20% 嘅兄弟姊妹侍奉，80% 嘅弟兄姊妹只係坐埋一邊做個旁觀者，或者享受其他人嘅服侍。中國俗語就係叫做咩？翹埋雙手喺教會乜嘢都唔做。其實教會就好似個大家庭，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有責任喺教會中出一分力，用聖靈賜俾我哋恩賜喺教會裏邊互相服侍。假如教會中所有嘅信徒都有一同服侍，呢個教會就美滿。
我作個總結就係讓我哋喺教會生活中以恩賜互相侍奉。我想講兩個看似平凡嘅才幹，點樣喺教會裏邊被神使用成為恩賜侍奉，服侍教會。華里克牧師 Rick Warren 佢所寫嘅書《標竿人生》The Purpose-Driven Life， 世界各地無數教會使用呢本書，讓自己嘅教會復興成長。佢所創立喺美國加州橙郡嘅馬鞍山教會有幾萬嘅會眾，佢帶領嘅會眾用神俾佢哋嘅恩賜喺教會侍奉。喺星期日，每堂崇拜都有幾千人參加。一完咗崇拜，你諗下邊一個地方係最忙碌嘅？好多人都需要去嘅，就係洗手間。好多年前，我舊教會有次教牧同埋執事去呢間教會學習同埋參觀，並且參加崇拜。崇拜後，我教會嘅牧師要去洗手間。大家知道嗰度一定係人山人海，排大隊。但有個弟兄喺洗手間入口指揮，咁有需要嘅弟兄們就一個一個咁跟住排隊。呢個弟兄就好似交通警察一樣指揮交通，佢係用把口嚟指揮交通嘅，大聲叫：企位現在第幾格有位？咁喺對前嘅企位就可以到第幾格啦。現在坐位第幾格有位？咁排喺最前嗰啲人就可以去第幾格。佢不斷嘅大聲指揮，就讓使用洗手間嘅人好有秩序同埋好有效率。呢個就係個別信徒嘅特別恩賜喺教會裏邊服侍。呢個弟兄有咩恩賜？要大聲，有清晰頭腦，眼明手快，唔係應該係眼明口快。最重要嘅就係唔怕醜。弟兄姊妹，呢個係一間幾萬人世界有名嘅教會。呢個弟兄嘅特別恩賜喺呢度就為神所使用，去服侍教會，造福眾人。我唔知道類似有冇呢個咁恩賜嘅侍奉。講多個故仔。我初信嘅時候喺香港一間神學院修讀一啲晚間嘅神學課程，喺上哥林多前書嘅課程裏邊，咁老師就分享佢自己一個個人嘅經歷。佢話喺佢服侍嘅教會裏邊，佢對某一個嘅弟兄就冇乜好感。佢係咁樣分享嘅。佢個人認為呢個人啊，喺佢呢個人嘅身上係揾唔到一樣恩賜可以喺教會裏邊服侍嘅。佢聲大，冇禮貌，粗人一個，講話咧好似嗌交咁樣。佢話佢好怕同佢講嘢，因為其他人咧以為兩個人喺度鬧交。佢嘅教會身處喺一個工廠大廈嘅2樓，上面有好多棉紗廠。呢啲棉紗廠係將啲棉花織成棉線，再織成一匹布。大家有冇人做過呢啲工作呢？有乜嘢麻煩討厭嘅地方？就係工廠四周充滿咗好多棉紗碎喺嘅地上，喺空氣裏邊，所以好多嘅棉紗廠嘅工作嘅工人都戴住口罩，避免吸入大量棉紗碎入肺。而呢個棉紗碎時常就出入水管口啦、洗手盆口啦、坐廁口啦、去水渠口啦、坑渠口啦等等。咁樣呢啲棉紗碎就會走入咗去水管。咁樣你諗下，呢啲去水管會點樣啊？就會塞。佢嘅教會喺2樓，佢話當地底去水管塞嘅時候，就會點樣呢？通過1樓、2樓等低層嘅去水管口、洗手盆口、再
座廁口回流倒灌。因教會牧師就面對教會時常污水倒灌嘅情況，並且佢話時常發生喺星期六、星期日教會最繁忙嘅時間。你可能諗污水倒灌咪用嘢吸乾佢咯，但呢啲係污水，其中有洗手間嘅污水係好臭嘅。咁樣星期六日點樣崇拜團契聚會呢？同時當佢哋每次要求大廈管理員去通呢個污水渠嘅時候，佢都唔會立刻做嘅，因為佢哋教會嘅人又唔可能大大聲咁樣同個管理員理論。呢啲管理員就時時都睬佢都傻嘅。有次又塞佢。上面講到嗰個弟兄就自告奮勇落去同管理員交涉，好奇怪就係管理員好快就行動，通呢個污水渠，污水好快就停止倒灌。你諗下點解會咁樣？原來呢個弟兄係潮州人，呢個係我老師講嘅，唔係我作嘅。潮州人講嘢咧特別大聲嘅，佢呢個弟兄講嘢咧好大聲。咁呢個管理員咧都有啲怕咗佢，並且呢個管理員亦都係潮州人，係同鄉嘅點啊？同鄉就萬事易商量，所以個管理員就立刻為佢搞掂。喺件事之後，每逢污水渠又塞，呢個牧師就叫呢個弟兄去接觸呢啲管理員。呢個對教會嚟講係一個極頭痛嘅難題，就解決咗啦。呢個牧師話：有我錯啦，佢呢個弟兄也有恩賜可以喺教會侍奉，係服侍教會嘅。弟兄姊妹，呢兩個使用恩賜喺教會服侍嘅例子，正好幫助澄清我哋可能多年來對使用恩賜服侍嘅誤解。我哋可能以為只有列在新約聖經中嘅恩賜至係恩賜，所以我哋以為聖靈冇賜我哋任何恩賜，所以我喺教會裏邊就冇恩賜去侍奉主，去侍奉教會。但從以上嘅例子，兩個例子我哋可以明白，一啲看似好平凡嘅才幹都可以喺教會裏邊以恩賜去服侍，並且為主所使用，讓眾人得益處，得造就。我哋每個都係信徒，聖靈都賜我哋起碼一種嘅恩賜，可以喺教會裏邊互相服侍。你找到你嘅恩賜未呢？讓我哋喺教會裏邊以恩賜互相侍奉，榮耀主嘅名。你低頭祈禱，慈悲天父，感謝你賜下你話語，特別讓我哋明白，亦都為我哋澄清恩賜嘅意思。感謝主，原來你藉着聖靈喺我哋每個信徒都起碼有一樣嘅恩賜，可以侍奉教會、侍奉主。願你讓我哋各人都拿住神俾我哋嘅恩賜喺教會裏邊侍奉，互相造就，建立教會。願天父看顧保守，祈禱奉耶穌嘅名而求，阿門。多謝各位，再見。